谁要你接他的话嘞？我不要。马路。
不讲给我听，他也不讲给我听。好，我去问弟弟去。妹儿，这首诗是我心口认人，你不要去告诉弟弟啊！弟弟，你也来骗我啊！先生也写了这样一首诗，刚才他还在书房里念呢。是哪一位先生啊？哎，就是叫我读书的张先生啊！他又回来了。听弟弟说，他明天就要回襄阳去了。沈家张先生啊，整天为心那个事伤心难过。哎，弟弟，我看你心思倒容易得很，要是你帮他一起认识，那他就不难了嘛。哎呀，你不要胡说！哎，弟弟，是真的，好多天不见张先生，他这样生了一场大病一样。哎呀，这几天他不知把自己怎么成什么样子了。哎，这个我倒是晓得的，面貌皱，面孔黄，唉声叹气，泪汪汪，这怕死在人物上，性命交关，我不上。姐姐，姐姐，哎呀，姐姐，哎呀，姐姐有张先生一样，心是生出毛病来着。啊，张先生，我要叫我做事啊！哎呀，可短命的事，有不得，有不得，有不得！哎呀，有不得，有不得！女儿，你们又在做些什么啊？没什么。彩云，快去替老爷倒杯茶来。女儿，这几天你又在做事娃娃了？哎呀，老爷，做什么？老爷，请用茶。哎，放下，放下。哦，我要他知道我的女儿不但羽毛，而且还有才哟。
弟弟夜晚上来，不知有寻教。这，哎，女儿啊！那曾经听那女儿曾修为，亲人的情来谁美？说什么姐姐去世没抬家，来一个欢庆再从强有去成婚配。他们修得妄想，说什么断情再说成婚配，分明是仗势欺人，无作非为。弟弟呀，姐姐，他无需陈家因恨事，岂能将女再错配拼？将一世张心愿，事事不嫁则无来。小姐，我是你李心愿，自立门户当家为。丫鬟杜贼，牛贼儿啊！你切莫叫急羞惊慌，天大的事情与父担当，你虽非为父亲生育，恰是亲生一般样。你姐姐终身陪我父，我岂肯再将女儿丢你看？这婚姻是为父子女强配。之间貌似破的是一郎，有这样先生早教训，去找下我心上凉。真差事也难避。
只怕到时呀，那人家花轿临门，就不得你小姐做主了。那么以你之见，你小姐，侬喊嘛不用喊，慌嘛不用慌。彩云倒有个主意，什么主意？今夜到书房去找张相公，你就对他说：“我嫁给你。”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什么这个那个的，事情不是明摆着的。小姐今夜不去书房，张相公明早就走，岂不是吃空了随心？我介绍你。哎呀，小姐，皇上美貌却要找，今夜不去也是熬，这是到明头何用怕？要是被人上见你，这不要紧。小姐进了书房，我就在门外看望。要是遇上来了，我就有猫叫喵。